Hai. Nangangan. Maharap to kamu mikir itu mana? Seling? Apa标itu呀？忍耐一下哈，还有点哈。名字写好了吗？好，先写名字哈。好，miskin kita ini。好，dengerin哈，miskin kita ini，情绪说什么？嗨，miskin是什么？谁知道？你们两个，该in，我dengerin好。dengerin tujuan rumahku。miskin 就是考试。miskin kita ini，我们今天考试测试一下我们的能力。好，我们先稍微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题材。妈妈那个呀，sapi skin 里面的temuan哈。我是说，看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卷，这个考试卷长得怎么样哦。好，该印，好看单词书写的第一部分哦。你看到第一个是什么？我们稍微乱过去哈，复习一下哈。Saga zai acuka umaan kain saga zai acuka。哎呦，你今天很有笑容嘞，咪咪笑哦，哈，帮招来过呀，过到安努米说哈，你的笑容很可爱，很灿烂，好。被赞美，你应该是赶快给我答案呢哈。我说saga zai acuka什么意思？第一个图是什么？第一部分的第一个图是什么？Sanu bangsahan？ Solinai？ 第一个图呢？你们现在要有顺序。第一部分，好。Manhanu bangsa？ Hai。Saga tusa selin uman？ 好，saga tulu。Jika jauh？ uman ko ni？按顺序来哈，从左到右一直看下去哦。你们可以一起讲哈。知道。你们现在哈，sanu bangsahan哈，你们要说出来。等一下，正式考试的时候，你就会去思考刚刚讲过的东西哈。好，安安，下个18是什么？第4个是什么？一直往右看。是什么？安安，这个18嗨，韩娜，好，要跟我们的伊娜讲哈。这个5是什么？韩娜的右边是什么？我们古啊，对不对？地瓜哈，古啊，好。这个6是什么？嗨，好，跟米娜说阿里赖哈。好，再下来左下角看到什么图？这个图我们都看过了哦。好，这个图我们都看过。吴曼，阿公，嗨，苏琳奈，娃娃，嗨，娃娃妈妈，妈妈安过，大家做娃娃。Milisuk to akong kuman， 娃娃，对不对？有哈。好，那这个Milisuk to akong这个图dia ingat kawanan 在右边，我们安。